哎，尝尝我老婆烧的红烧肉。嫂子，快坐下来吃啊！你们先吃，还有2个菜哈。飞哥，我外面有人了。家里那个天天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的，哪个男人不腻啊？一个美女邀请你去吃饭，你去吗？去啊！我教你个方法，你直接把她约到家里去啊！你让她去你家辅导你儿子作业，然后你和你老婆去吃饭，你觉得行吗？你那个姑娘漂亮吗？漂亮啊！那你问她每个月化妆品、衣服、鞋子、包包多少钱？你给你老婆同样的钱，她也能变漂亮。你要是真动了心，就把你妈、你儿子都送到她那儿，让她照顾几天，看她愿不愿意。那怎么忍得了？你老婆不就在忍受这些吗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洗碗做饭这种事，以后我全包了，你呀，只需要开心就好了。